12月18日，誠實對待新人，將你的經歷1510地告訴他，盡情突出精神特點。是走者互介協會第70頁。AA 的奇妙之處在於，我只需要講出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，而不必浪費時間去提供建議。因為如果建議是有效的話，就沒有人會來到協會的。我所要做的是要說明是什麼帶給我清醒，是什麼改變了我的生活。如果我不能強調 AA 方案的精神特點，我就是不誠實的。不應該令新人留下一種虛假的清醒印象。我的清醒是更大力量賜予我的，因此才有可能與他人分享。